来，弟弟，我来一个好吃的东西。这什么包子啊？不是包子，这什么？是烧麦。烧麦啊？哎，烧麦是什么？烧麦这包子一类的一些东西，包子是捏是跟这差不多，皮是厚一点。哦，就像包子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就是那个比包子的皮要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叫烧麦啊。烧麦，你还没吃吗？我还没有吃，啊，这里面还有嘞。还有啊。哎，走去，行。你也是，这个比包子的皮要薄啊。写完之后在下方链接去看看吧。那我先吃了。